但係我哋聽奶奶講咧，話佢有個朋友咧，以前都係有肝指數爆晒標嘅呢個問題啊，但係食咗呢個草肌健肝丸之後咧，佢個指數咧靚仔翻晒，所以我哋咧先有信心去試咯。而且咧佢係加咗呢個日本嘅專利護肝成分啊，全天然嘅，絕無任何西藥成分喺入邊，仲有99% 醫護推介㗎，真係覺得好好咧，先推薦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有睇我哋 IG 嘅話，都知道我 Benjamin 成日剪片剪到半夜2、3點㗎嘛，錯過晒呢一個肝臟排毒嘅黃金時間，真係好傷肝嘅，仲好易搞到有呢個爆肝指數超標嘅問題添啊！為咗滿足 Yuko 呢個食貨，成日同佢周圍食又高油又高糖，真係好容易搞到有肝脂嘅。咁我而家食咗佢之後咧，唔單止個口臭問題冇咗啊，連個眼白都冇以前咁黃添。食咗佢1個月左右之後咧，成個人都開始精神翻好多。而家做嘢咧，唔單止精神集中咗啊，剪片效率都高咗好多添。咁呢隻草肌嘅健肝丸咧，其實我已經 keep 住食咗成4個月咁耐㗎啦。咁我見佢食咗2個禮拜已經咁有效果，咁我咪跟住一齊食咯。咁俾我見到最大嘅一個效果咧，我發覺我啲皮膚係有翻光澤，冇晒啲黃氣咯。我久唔久咧就會陪老闆出去見客啊，見供應商。咁夜晚要去食飯飲酒啊，咁對個肝嗰個負擔其實真係好大，所以成日搞到面色好差、好黃啊咁樣咯。所以而家我每一次出去飲酒之前咧，我都會食翻1粒，幫個肝咧做翻一個保護啦。咁同埋食咗佢之後，我發覺咧第2日起身咧冇咗嗰種宿醉啊、頭痛嘅感覺，而且咧冇咁容易面紅。草肌健肝丸有晒臨床數據，可以3個鐘頭100% 清肝排毒、降肝脂、降肝酵素，仲有5大護肝功效，為肝臟提供全面嘅修復同埋保護。採用日本專利米糠成分，增強肝臟代謝排毒功能，減少肝脂積聚，防止自由基形成。成分結合咗美國啤酒酵母粉同埋朝鮮薊，排走毒素、抗氧化，保護肝細胞，減低肝患風險，仲可以消除疲勞添。